后来，过来是有人压料，讲南投县长柯淑华的妈妈欠人1000多万的缴销，而且甲人借钱，阁无爱还。讲当时柯淑华做立委的时阵，有要帮妈妈敲债务，但是妈妈无配合，谈判破局，债主只好到公所提出着债务的协调，结果因妈妈又阁无现身，协商再度来失败。柯淑华是透过新闻处来回应讲，这是不实的指控，也毋过迄位债主中道现身咯，伊提出着管啊长的借条，讲这拢是事实，伊阁讲伊有证据，毋惊人家告。南投县长柯淑华和妈妈母亲节时甜蜜的相片，刷扣一位姓肖的债主惹了讲，伊妈妈敢若真爱跋筊。我83年的时候，他向我借1、2千万，那时候太平洋 KTV 跟那个时候香港李荣也是他们在经营的，股份给我。后来就都倒掉了吧。姓肖的债主提借钱相关的单据，顶面签的就是柯淑华因妈妈的名姓，向伊借正千万现钞，说来阁提土地担保，阁借300万。2009年时，柯妈妈讲是要做民间放款，趁钱现钞。姓肖的债主就小介姓港的朋友做金主，借伊600万。柯妈妈答应逐个月还9万，煞讲话无算回，阁惊土地叫拍卖，约定2020年1月到10月还3万，11月开始逐个月还10万，另外逐个月阁还姓港的金主30万，还几个月了后又阁跳票。7、8年前，那时候不是县长，立法委员，他有出来处理做还钱，后来他母亲出来的时候说不要还了啦。我们就离开了啊。姓肖的债主讲，2018年柯淑华做立委，特别为着替妈妈乔现肖的代志，请助理打电话给债主约时间，到柯家因兜来协商。姓肖的债主有去，不过当时柯妈妈无愿意协商，谈判破局。别个姓肖的债主向南投市公所申请债务协调，时间就定在今年3月25透早11点。柯妈妈无来，调解破局。我们有询问县长这方面是属于不实的言论希望各位媒体遏制这种不实言论不要再诋毁县长的家人或我们县政府的公众形象。柯淑华透过新闻处回应，讲妈妈欠人债务的指控拢是无影的代志，敢会对伊遐了解提过？新闻处讲，即马也无机会。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